荷兰维吾尔人活动人士在中国驻海牙大使馆前举行升国旗仪式，以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2年多时间来，荷兰维吾尔人阿波都艾尼在欧洲心脏阿姆斯特丹的水贝广场举行单人示威，以抗议中国当局非法关押他的家人，以及中共在东突厥散进行严重的人权侵犯。自去年年底，维吾尔人在土耳其以及欧美国家的中国外交使馆前举行了以"我的家人在哪里"为题的和平示威，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被失踪或被监禁的维吾尔人的信息。阿布都艾尼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为了积极响应"我的家人在哪里"示威，他决定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为期1周的示威。3月1日，他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奏东突厥散国旗，升蓝月旗。土耳其的好党呼吁土耳其议会通过一项关于维吾尔人的联合决议。3月1日下午，土耳其好党议会小组主席伊兹梅尔·塔利欧鲁先生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就维吾尔人问题举行了一次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国会议员伊兹梅尔·塔利欧鲁先生说，美国通过了维吾尔人人权政策法，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镇压政策。芬兰总理在推特上发表讲话时谈到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的镇压政策，称这种压迫对于商业利益是不容忽视的。2月23日，加拿大联邦议会将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定为种族灭绝。然后在2月25日，荷兰议会宣布中国压迫维吾尔人的政策是种族灭绝。香港起诉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英国和美国表示，香港国安法被用于压制政治意见。香港活动人士表示，自从2019年震撼香港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开始，就已经走上了通往周日被捕的道路。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同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称，对于他们在港区国安法项下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深感不安。美国国务院表示，最近对香港民运人士的拘留表明，北京在利用国家安全法来压制异议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体制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日本当局说，中国称东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为中国领土，违反了国际法。日本防卫大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将有争议的岛屿作为中国内陆的展示做出了反应。他辩称，尖阁诸岛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是日本领土。他说，这些岛屿目前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建议避免采取危险的言行，以避免局势复杂化。设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外国驻华记者面临的环境极大的恶化，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记者及其信源的骚扰，驱逐了一些记者，并利用疫情阻断新闻报道。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中国把武汉病毒疫情当成又一种控制记者的手段。在2020年，中国媒体自由迅速缩减。在2020年下半年，外国记者更变成外交人质。18名美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中国政府安全人员告诉2名欧洲媒体记者，他们被禁止离境。这2人向欧洲外交使馆寻求庇护，随后匆匆逃离中国。